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到17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到17节。台语和日本圣经伫新约部分第194页，其他的版本请看原文。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现着我来读。我传福音，毋是通夸口的事，是不得已拿定。因为若无传福音，我就有在下。我若甘心做即个事，就有报赏；就若毋甘心，有责任已经交代我啦。请继续来看另外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10章14节到18节。罗马人书第10章14节到18节，总是因所要未信的，减通为求救伊；所未听见的，减通为信伊。若无人传，减通为听见；若毋是奉册，减通会传。照所记载讲，传这个好事的福音的，因的骹步水到怎样？总是因毋是拢顺探福音，因为以赛亚讲：“主啊，我所传的有自追信啊。”安尼信是出伫听，听是对基督的言语。独独我讲，因减袂捌听见嘛？有啦。因的声音传到变天的，因的言语到地极。以上。即是要请咱的小会议长蔡恒生牧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咱今仔日除了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也是圣礼典。今仔日特别咱有5位的青年，还佫有1位信仰个别，转入到咱教教会。我相信这是上帝予咱足大的祝福，望咱的心为着因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多谢你，予阮伫你的话语顶缘，会当定根搁较深，予阮的信心对伫你的话会当搁较明白，照安尼去行，就要得到福气满满。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主来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咱的教会行过50年，一定是过去的牧者、长老执事、同工兄弟姊妹同心合意来亚经济。今仔日有一张大树会当大长，会当结果子，毋是偶然的。头前继续的新的10年、20年，甚至50年的时阵，我真期待咱甲南教会，无袂记咱所讲的，对内咱是一间同心合意祈祷的教会，对外是宣告传福音的教会，阿免吗？今仔真侪人拢咧讲宣告，拢咧讲传福音。就是要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但是真正了解传福音意义的人，并无真多。讲到传福音，我毋知你想到甚么。你可能你讲，传福音就足简单的啊，就是甲人讲福音的内容啊。无你就是讲我就邀请人来入来教会啊。也是讲我就鼓励人来决志，来信耶稣洗礼。开阔来讲，只要你会当甲别人来分享你信耶稣了后，你的生命有得到什么款的改变，拢会当讲是传福音啦。搁较准确来讲，互人会当知影，你家己甲耶稣中间的关系，
甚至你愿意在你的生活中间活出真理，这也当称作是传福音。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传福音就是要帮助人，会当靠着信福音来分享你所领受这种丰盛的生命，在生活内面阁结果子的时间啊！就亲像拄则咱伫读启应文诗篇第一篇讲的，这是有生命的河流过，一丛生命树大丛，不断结果子的所在啦。也就是咱已经接受福音的人，会当享受上界大、上界宝贵的福气啦。阿们。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这两段圣经是保罗对伫传福音所领受的使命，以及伊所表达出来迄个传福音的态度。面对传福音，有人感觉哇，对来讲真压力、真重担，人讲高难度啊。但有的人嘛感觉讲，传福音敢若毋是我的代志咧，应该是牧师啦、长老吼这个人去做的，可能甲我嘛无啥物关系，所以有也好，无也好，拢无要紧。但是我感觉主爱互咱每一个，伊互咱来领受这个救恩的人，应该爱较一解来确信，传福音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责任甲使命啊！我看见保罗，伊对反对福音，伊对迫害、杀害这些基督徒，转正做为着耶稣基督来活，甚至为着传福音来牺牲受苦。这个过程是有偌尼大的一个转变啊！咱关于后来保罗，伊毋若写13卷的新约的内面的这个批信，新约圣经27卷内面，保罗就写13卷啊，差不多占一半。你就知影，伊对伫福音、对伫起造教会有偌大的影响。伊会讲是有史以来上伟大的宣教士。通过3届的旅行报道，互福音对中东传入去到伫欧洲啦。经过1000多年了，福音会当传到伫美洲，然后福音再个对美洲传倒转来到伫亚洲。今仔日，咱台湾人会当听到福音，会当得到福音。伫这宣告150年，这个真值得纪念的一年，咱阁会当坐伫这个所在，伫遮敬拜上帝，伫遮倚靠耶稣，来领受这个救赎的福音。咱讲爱饮水思源呐，咱爱记咧，咱讲追根究底来看。咱来对这个根、这个源头，我想起来就是保罗这个伟大的宣教士伫第1世纪，较侪这传福音的人，因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咱迦南教会现主时，经过50年，差不多500-600个人坐伫这个所在啊。我真正毋望咱这间教会是。真做万人祈祷的殿，对无？阿免。真正伫中华路呢，伫这个车头呢，伫这个桃园遮尔要紧的一个所在，我也相信，迦南教会一个老年甲密，这个极水的地，一定有上帝真美好的意思伫遮。但是我感觉咱爱需要伫这个量的所在，爱继续突破。所以，若无传福音，抬头咱教会会当继续，互成做一间千人的教会嘛？敢有法度咱的教会继续搁开拓新的第2间、第3间的教会出来嘛？所以，甲边人讲，咱一定爱无停传福音来讲，一定爱无停止来继续传福音。
所以第一项我要讲的就是把握时间机会来传福音啦。伫这个拜三，我无用的南崁教会，我透早9点外，我有看到一个新闻，伫这苏花公路到伫南澳的所在，有一台车和一个，因为最近落雨啊，有迄石头落石哦落落来，撼到一台车啦。新闻来看过，我嘛无感觉，因为定定可能有这种意外，一直到下晡7点外，教会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讲牧师，我的大兄潘明雄兄，就是坐伫伊开迄台车，到伫南澳苏花迄个路段的所在，互一粒差不多亲像篮球遮大粒的石头，30公斤落落来。拄啊落伫即个驾驶座的顶面，我的大兄无去啊！我听一个真艰苦，我毋敢相信，因为礼拜日这3工前，伊拢固定，伊拢安尼西装穿甲真好势，真敬虔，就来坐伫遐做礼拜。但是无拍算，我伫遐嘛甲伊握手。伊的老母94岁，我常常去厝里甲探访。过去，伊较无用，伫中国大陆较无用做啥。我定讲，你回来，你定爱专心来追求上帝。伊讲呀，是我即马70岁，我会热心，我会搁较认真来追求啊。但无拍算，想袂到意外，车开台 BMW 的车呢，开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拄啊伫绑落的所在，伫工程伫家整理，所以对面的车。行这边都爱停，这边车开，迄边都停。伊的车拄啊停咧，你等，停咧，这呢石头落来。兄弟姊妹，无一定啦。人生有太侪咱想袂到的代志啊！你毋通讲我还有明仔载，我还有明年，但我退休来，我才阁继续，好无？千万莫安尼想，你一定爱把握时间甲机会。积极来传福音。约翰福音12章36节，耶稣安尼讲：恁有光的时，就着信光，互恁成做光明的人啊！兄弟姊妹，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讲，你们当趁着有光，爱趁机会，爱趁着还阁有时间的时阵呐。讲恁有这个有时爱把握爱趁爱抓条，有还阁有日光的时，都爱相信这个是光的耶稣，安尼就互恁成做一个光明的囝儿啊！是啦，耶稣是世界的光，照光伫这个黑暗、恐怖、邪恶的世界里面，咱需要来认识耶稣。来信靠伊，跟对伊，成做上帝光明的囝儿，互咱做代志、做事，拢会当真，咱讲光明磊落，真光明，真坦然，活出真神秘的人生。这就是咱来跟对耶稣的目的啊！我看伊主耶稣甲伊学生离开亚利哥城。拄啊伫即个城外，拄到一个乞食，名叫做巴底麦。即个人掠着拄到耶稣的机会，伊伫遐想讲：我一定要把握即个上要紧的机会，因为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绝对袂当失去。所以伊目睭无看到，但是耳孔真来。伊听到有脚步声，知影微微咳咳，真侪人讲，伊知耶稣来啊！伊就大声嗷叫：“大必的好诶，拿撒勒耶稣啊，你来救我，医治我！”你知影边仔人，我讲，较饲落叫伊点点，但是伊继续大声来嗷叫耶稣的名。耶稣听见。伊有伊的行程，但是耶稣停止伊的脚步，我转身来问：
耶稣讲：“你的信心救你啦。”耶稣伊伫伊，耶稣问过你爱我为你做什么？兄弟姊妹，当你呼求时，主知影你的需要。当你要传福音时，你要先知影迄个人的需要，你先满足伊的需要，你先去甲伊关怀。你甲伊有真好密切的关系，我相信这个人会来信耶稣。耶稣伊伫巴底麦，互伊重见光明，互伊搁一摆看到光。是啦，当耶稣对你的身躯边行过来的时阵，你嘛着把握机会，你爱把握这个时间。当你听见耶稣迄个救人的福音，你所注重的是什么？是生命的问题。当圣神感动你，你就爱决心全然来倚靠耶稣，来看见这个生命的光。所以，咱爱伫时间的内面去敲找机会。甲别人讲，伫时间的内面敲找机会。趁着你还阁伫你有生之年、有生之日，你还阁活的时，还阁会喘气的时，爱敬拜上帝。伫主耶稣阁再来的时，赶紧向你四周的人传福音啦！时间甲机会一个无去，这些物件就过去啊！传福音就及时。机会拢伫时间的内面，时间一个过去，机会有时嘛就失去，真侪灵魂嘛安尼来放无去。所以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主耶稣搁一摆对门徒安尼讲：讲时也是日时，咱着做找我的工啊！暝时得要到，迄碟就无人会当搁做工啦。和合本的圣经同款讲，趁着白日，趁着即马个日时啊，爱趁，你要注意时间，时间袂等待人诶，爱趁着一个日时，咱着做迄个找我来迄个人的工，讲咱拢必须要做迄个找我来，像找耶稣来做上帝的工啊。伊讲黑暗暝就得要到啦，到迄时就无人会当去做工啊。所以咱来趁还阁有机会时阵，赶紧来传福音，因为机会毋是一直拢有哦。就趁咱的囝儿逝世，还阁伫咱的身躯边，因还未离开家庭去读大学，还未出外去食头路。爱紧紧带因来教会，伫主日学、伫学青团契、伫青年团契，伫这个所在，紧紧将咱的囝儿逝世带来教会，趁因还阁伫咱的身躯边的时，互因来认捌耶稣。咱就趁咱的四大人、爸母、阿公阿嬷还阁健康得地的时。爱来帮助因、靠近因来认捌耶稣，互因有永生的确据甲把握。咱来珍惜家庭的幸福，爱带咱的另外一半，带着我们的配偶，带着咱的先生、咱的负责人来信耶稣，互家庭更较同心、更较和乐。咱来真注意。爱把握来将耶稣的救恩介绍给咱的朋友，给咱的厝边、咱的同事、咱的同学、咱的亲人朋友，咱甲因分享，迄个帮助过我的福音，迄个互我有盼望、有信心的耶稣，带因来教会，爱积极把握时间甲机会。上帝所赏赐的每一天，拢是机会。甲边人讲，每一天拢是机会。所以咱来把握现主时，毋是把握明仔载。其实爱掠条今仔日积极来传福音。我看见魔鬼若亲像好狮，随时伫敲找通吞食的人呢。
世界伫魔鬼的引诱、破坏甲试探的中间，我看见真侪人心灵空虚，因侪互生活的苦闷、烦恼、不安所困迫。其实福音的大门伫台湾已经开了，侪人伫等，敢若欠你该鼓励、该帮赞、该引传啊！传福音是袂当阁拖衰的，传福音会当互人来认捌迄个疼咱的上帝，迄个保全、保护咱的救主。这是一件真要紧的代志。就好亲像即马大火伫遐伫烧的所在，要安怎搁较紧甲一个人对火的中间，对火烧厝的中间，甲伊紧紧带出来外面。看见一个人用要沉落大水的内面，你要安怎紧紧互伊爬起来？对迄个深渊的中间，搁甲伊救拔起来。愿主的圣神常常感动咱兄弟姊妹，互咱有一粒听灵魂的心，时刻来把握机会，掠条上帝予咱的每一天，为主来做见证，来宣扬福音，带人归主。咱看去铁达尼号，真侪人看过这出电影。这台豪华游轮啊，伫意外中间啊，去弄到冰山，伫要沉落去大西洋的这个真危险的时刻，我看这个时刻，大家人拢安那伫挣扎，拢伫救命，拢要讲啊，较紧的，迄船啊，我来坐，大家拢伫遐咧找讲，我会当阁活落去无？遐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Harper。这个牧师啊，伊嘛坐伫迄只船，因为伊要对苏格兰到伫美国穆迪的教会啊，一个穆迪 Church 穆迪教会伫遐进行不灵的报道，伊坐着即只船啊，所以伫即只船的发生即个船的意外的时阵，伊有缘把握，因为伊来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伊把握即个最后的时刻、最后的机会，继续传福音啦。所以沉落去大海时，伊苦劝一位青年人，你爱信耶稣。所以伫迄个船难发生意外，后来还阁活着的一个青年人，伊做见证。伫这个恐怖的灾难来临的时阵，海鹰将哈珀牧师甲伊冲落来到伊的身躯边。这个牧师就甲这个青年人问讲：“先生，你敢得救啊嘛？”这个人甲这个哈珀牧师讲：“我无。”牧师佫一摆甲伊讲：“相信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煞接这个海洋就佫甲因两个冲开去，离开无偌久，哇，用安尼压咧，佫一摆，海洋佫甲哈珀牧师压过来到伊的身躯边。牧师佫一摆问这个青年人甲讲：“你即马得救未？你即马得救未？”伊讲：“我还未。”牧师佫一摆甲伊讲：“你爱相信主耶稣，你一定会得救。”讲了，海洋就将因佫一摆冲散。这个青年人讲：“对迄点我无佫一摆看到这个牧师啊。”这个劫后余生的苏格兰青年，伊讲：“我相信。”伊后来伫加拿大一间教会做见证。伊讲：“我相信，我家己是哈珀牧师最后一个传福音所结的果子啊！”出名的报道家穆迪牧师有一天，伊看到一幅图，互伊足感动的。这幅图，伊看了感动了，就甲伊买落来。这幅图顶悬画着一个人，跋落伫大海内面，沉沉浮浮伫遐咧漂流啊。但是看到这个人的手掠条十字架，这上顶主耶稣的十字架，互咱的人生的苦海中间，会当对这个大海中间得到一个瓦靠。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拢抱着这支十字架，并且咱拢已经上岸了，对不？咱会当上岸了，
咱已经毋是搁伫大海内底沉沉浮浮伫遐无饱啊。后来，这个穆迪牧师呢，伊搁看到有搁另外无偌几啊，伊搁看到共款100度，甲伊进前所买100度拢差不多。但是100度有一丝仔无共款，就是伊看到一个人，伊伫迄个大海中间，一只手掠条12架，但另外一只手却紧来掠条迄个另外一个人嘛是跋落去伫大海中间的人的手。另外100度，伊看了搁较感动啊！穆迪牧师讲，100度互伊搁较下定决心啊！因为100度的伟大是在伫伊影响的，毋是我家己得到，是要伫我得救了后，我慢慢努力，互另外别人嘛会当得到这份的救恩啊！所以伊也家己讲对这条气，伊讲伊愿意用一世人的时间。付出所有的代价，努力来传福音，互人得救。第二项，咱做伙来讲，传福音是信徒的本分。你甲边个讲是我的本分啊？你唔通讲迄你的哦，你去做啊嘛？你讲，咱对保罗来看，传福音，敢是重担吗？保罗，伊过去去迫害基督徒，但是伊即马敢是奉逼甲不得已，伊才去传的吗？伊将传福音已经当作是伊生命一部分啊！实在讲，伊是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啊！咱看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今仔所读的圣经，保罗安尼讲：我传福音，毋是通夸口的事啦，无掠家己做牛，你个夸口。我是不得已那点，因为我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灾厄啊。保罗，咱看见伊安尼讲，是因为知影传福音是主耶稣来世间上界主要的目的。伫耶稣要离开世间上天，最后所吩咐佮交代门徒爱做的代志，嘛是传福音那点。所以传福音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的本分。毋是家己有甚物款的功劳，你看我已经带3个人信主啊！你看我足无简单，毋是，咱毋是掠这个做夸口。保罗讲，为什么伊会讲我这不得已，我无传袂动呢？因为这个传福音是啥物？是咱的责任啦，是上帝将这种责任加添伫伊的身上。因为上帝听，伊将咱遮的。我跟他讲，咱这信耶稣人有时是，你感觉传福音足简单的，足困难的？你甲我讲，坦白讲是足困难的。迄乃信耶稣拢是新者，你敢毋知？特别超过40岁以后，你甲传伊过信耶稣，迄拢是新者。40岁以后信耶稣举手，我看卖啊！你40岁，我感谢主来拍扑啊一个，我感觉这无简单。你是上帝上大的新者，因为你的思想、你的价值，你拢固定啊。但是你愿意来信耶稣，所以同款，今仔日我嘛感受到，咱每一个人，咱拢有上帝听，互咱这无药通医、无法度搁挽回、无法度挽救的人，搁会当互上帝找倒转来。我看过去的宣教师，常常开路拢讲，上帝伫找胖健的囝，安尼对无？咱拢是遐。伫碰见上帝囝，搁找倒转来啦。咱会当搁重新进入伫上帝这个听的家庭内面，互咱有新的身份。什么身份？就是做囝儿啊，做上帝的囝，会当得到新的活命，来享受这个永远活的福气。会当甲这种好消息甲别人来分享，这是偌尼赞的代志啊！但是咱常常，你心内一直感觉讲，我对不起上帝呢，因为我拢感觉我拢无把握时间来传用我的嘴，嘛真含慢啊讲的，别人拢无啥物要听，拢甲我泼冷水安尼吼。兄弟姊妹，伫遮保罗认为，无传福音，毋是干那亏欠甲你软弱的问题那尔哦，
无传福音是有灾的，因为这是要甲咱做一个提醒甲反省啊。提摩太后书4章第2节，保罗搁一摆讲着传道理，着传道理，无论是得时不得时，着全无依。全无依是啥物？就是传福音啦。你得时不得时，拢着传福音啊。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甲劝勉。伫100多年前，咱在150年前，对英国来马雅各医生，伊放弃伫英国做医生即种真安定、有好的收入的生活。伊伫1862年，受英国差派做海外宣教师，准备3年了后，伫1865年来到台湾的台南。迄个时阵，伊才27岁，27岁，伊伫遮设立台湾的第一间现代化的病院——新老病院。伊一生奉献予上帝，毋但伊，甚至将伊2个后生、伊2个囝，拢奉献予上帝。这2个囝拢嘛是医生啊。大囝叫做马约翰医生。伊伫中国做医疗传道41年，伊的细汉囝叫做马雅各2世。这个医生，伊嘛军队老爸脚步，后来嘛有担任新老病院院长。后来伊嘛到伫中国的上海、杭州麻风病院做医疗的传道，嘛有42年。马雅各医生安尼讲啊。伊讲：如果我还有其他第3个、第4个囝，我嘛要全部拢奉献予上帝。我要互因来为主服侍啊！1921年，迄个时阵马雅各已经85岁啊。迄年伊蒙主恩调了，27岁来台湾。一直服侍主到85岁。巴克勒牧师伫伊的回忆内底，伊安尼讲：伫马雅各医生别墅迄透早，拄啊甲今日共款是礼拜日是主日。伫即个马雅各医生要来参加主日礼拜以前，伊去到伫教会头前的街路来分传单。今仔日咱嘛要更新一路花，有无？是毋是安尼？叫做分福音传单呢，对无？我甲你讲，85岁马雅各医生，伫伊要过世，伊今仔日来，伊今仔日要离开世界，伊拢毋知呢。伊照常伫85岁透早，伊来做礼拜前，伊身躯早才福音传单，到伫教会附近的街路，伫遐咧分福音传单。巴克勒牧师安尼形容，讲马雅各。他以一种不寻常的诚心向人分享福音，迫切希望更多人决志相信耶稣。巴克勒牧师形容马雅各是用一种真无相像、一种非常的诚恳的心来与人分享福音。伊把伊人生的最后一天，要搁伫传福音。毋是干那用医疗，伊甚至来分福音传单的。马雅各医生完全无为着家己，伊简单为着基督来活。伊学习保罗的精神，伊为着要传福音服侍上帝，爸仔囝2代3个人用福音来献身，为着主1世纪。因一点都无夸靠家己，敢若尽家己的本分，为着要完成上所托付因的使命啦。因为这是咱的本分啦，阿们嘛。最后第3项，咱就会讲传福音爱甘心来来献上家己，好不好？来甘心乐意献上家己，来，爱甘心乐意献上家己，要为上帝福音摆上自己啊。所以保罗
伫大马色的所在，甲耶稣相斗。伊受竞选来做福音的使徒，伊讲我要做外邦人的采用。特别伫福音未到的所在，我要伫遐来设立教会传福音。伊清楚这是对上帝所领受的职分，也为着福音的缘故，保罗无食无啉无困，伊拢会使啊。甚至受苦受死，伊总是甘心乐意去做。伊愿意成做上帝甲正人的奴仆。这也是咱教会甲总会每年的主题嘛。你知影咱的每年度的主题叫做“同心合意学基督，谦卑服侍做忠仆”。忠仆啦，咱来谦卑服侍来做忠仆啊，忠心的奴仆。所以咱看。哥林多前书9章17节到18节，保罗安尼讲：讲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有报赏；就若唔甘心，有责任已经交代我啦。安尼，我的报赏是甚么啊？就是我传扬互人免所费，也会当得到的福音啦。甲边人讲，免所费，嘛会当得到的福音啦。免得我伫福音所有的权用到尽啊！我感觉保罗这句话，互我真大的激励啊！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都可以听到福音，免得用尽了我传福音的权柄。兄弟姊妹，对遮咱知影，咱拢是无开钱，拢免费白白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咱嘛就爱将这个福音白白得到嘛，白白拢免费，搁互别人。甚至唔那免费，咱家己来付钱，咱来付代价，咱来买一寡圣经，买一寡 CD， 买一寡物件来送互你的福音朋友，安尼好无？阿免。我常常鼓励兄弟姊妹，咱传福音嘛，你定定请伊啉咖啡，你带伊去食饭，你知耶稣，你替祈祷。你听到个探望，伊伫病院，你去找，你都去甲看。你要爱到他投降嘛，爱甲伊投降啦。好啦，你甲我讲，你信的是啥啦？你甲我讲，因为你拢无讲耶稣，伊就知影你后壁有一个足听伊的、足听你的耶稣嘛。所以咱白白得到，我们不要尝试。那么，哎哟，好面咱家己尝咧。我感觉咱爱将这个福音。唔好占做家己的，哎，搁甲分享出去。啊，你讲我家己分享拢不爱听，不爱听无要紧。耶稣知啊，耶稣会帮忙你啊。迄个人嘛，因为你所付出的，你所做的，迄个唔知，耶稣嘛知啊。保罗传福音绝对唔是勉强，嘛唔是要推卸上帝所托付伊的责任。反倒当伊就是尽心尽力来做，完全甘心乐意来献上家己。我常常分享伟大报道家 Bill Graham 甲李汉牧师啊，我想要常常提到伊，我一直记得伊来台湾，伫即卖小巨蛋啊，我去听的时候，迄个足激励，我迄阵我还阁青年啊，我听到伊伫报道，遐1-2万人伫迄报道会现场啊，我第一个听到一个伟大报道家安尼伫讲的时候，我坐伫台顶，我就足感动。迄阵我虽然未现实，但我就一直感觉讲，传福音是遮尔重要的使命啊！伊虽然有真侪病痛，胆结石、胃溃疡、肺炎、高血压、头壳痛，伊跋倒，甚至个排骨拢塞断去几啊支啊！伊的晚年，阁得到帕金森的症头，但是伊讲伊拢无放弃讲解上帝话，无失去迄个传扬福音的机会啊！伊讲上帝若互伊活地，伊还阁会当的时阵，伊就是要来传福音啦。伊看上帝福音比家己的健康、比家己的需要搁较重要，所以安尼分享。伊讲，我知影无偌久了，上帝要调我倒转去，总是我的双脚、我的双手，拢要为主来做工啊！阿免。所以兄弟姊妹，无一项代志比传福音搁较重要啊！这就是咱家己教会所讲的标语啊！
对我咱是一间宣告传福音的教会，毋茫咱的教会真正来完成这个大使命。伫遮我要搁甲听弟兄妹搁一摆鼓励，就算你伫传福音的事工顶悬，你感觉有小小的委屈，还是有淡薄仔的挫折，但是我请你毋通累志，毋通灰心，毋通放弃。你去分这个福音团队，更新一路化好，其他福音团队，你去分，互人讲，我等你涂骹的时候，我不爱，我不爱。互人拒绝的时阵，请你嘛毋通感觉真无面子，真歹势，咱卖。你爱继续搁做。咱也是保罗迄个放落家己，甘心乐意传福音的顶悬，迄种服侍主，迄种拢无要放弃、无要停止的精神。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1章16节所甲咱讲的话，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甲边仔讲传福音毋是见效。咱无掠这做见效，因为这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啊！只要有人传，就有人会信啊！伫咱庆祝咱的教会50年，到即马年底啊，11月是一个感恩的节期，对不对？有个感恩节啦，对无？咱伫即个月是足感恩的时间啦。我要搁一摆鼓励咱兄弟姊妹，你要安怎来回应上帝托付咱？迄个传福音的使命，我毋望咱的教会搁煞接落去，会当亲像几十年前咱做三福迄种的福音的培训呐。我求上帝帮助咱，会当伫接受传福音的训练甲装备。伫新的开始，伫未来，我相信新的服侍，主任牧师来，甲所有的福音。甲所有的牧者、中级兄弟姊妹当中，甚至所有的平信徒，拢起来人传福音嘛。下要讲阿妹较大声咧。甘伫喙迄无法度，你安尼无法度传福音嘛？互咱诚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好无？好。拍拍手，太赞了！哎呀，我相信上帝的确要赞咱的气力啦。我感觉咱的教会要搁有人拢要讲做得人的渔夫啦，得人的渔夫对无？伫日常生活中间，咱还是搁较侪来关怀无道朋友，分享咱的见证，分享咱所听到在福音的信息，带人归主。我也要提醒，过去咱常常讲你要一领一啦，一个啦，个别传道，我感觉安尼毋是歹，但是敢若你钓鱼啊咧，较慢。个人单打独斗的过程已经较过去啊！我感觉教会要进入一个用团队的方式。过去我感觉三福拢是一个福音队长传2个导办做伙出去，3个对耶稣讲2个做，我感觉爱安尼做。咱来成立很多的布道小组，我会站在福音小组，继续来传福音。爱有一个方法，做伙出去拍网啊，一起撒网，把爱的网、爱网重重甲摇较多咧。透过关系布道，伫日常生活中间来兴起福音运动啊！咱莫定定做讲，咱来办一个活动。我感觉所有福音拢是运动啊！请问你做运动，透早起来6点起来，5点半起来，请问迄是毋是运动？运动是毋是逐工拢爱做？运动就是拢无停的，叫做运动嘛。甲边仔讲，咱来进行一个新的宣告甲福音运动，安尼对无？咱来进行什么？宣告传福音的运动，愈运动就愈勇敢，愈运动就愈有气力啦。团队传福音的价值伫对，就亲像面架，亲像挂菜经济共款，会不断往外口扩展出去。罗马书第10章13节到15节，保罗伫遮鼓励咱讲，伊安怎讲？伊讲。因为既然求叫主的名的人，就要得到救啦。求叫主的名的人，拢要得到。总是所以还未信的，减通会当求伊嘛？你讲你会救耶稣，是因为救耶稣的名，是因为你是已经信了，对无？伫遮保罗讲，遐个还未信的人，还未听见的人，伊敢会当去求耶稣嘛？还未听到的人，敢会晓去信耶稣嘛？
若无人传，敢会当听见耶稣嘛？对无？所以伫遮讲，若毋是奉册，咱若无奉册派，哪有人会当去传耶稣咧？所以教授记载讲，传遮的好事的福音的，因的骹步水到怎样？甲边仔人讲，你若传福音，你的骹步足水的。你们的脚中将何等的佳美啊！连家恩兄弟，你捌听过啦吼？我感觉连家恩兄弟，咱永青长老教会青年啊，台北永青教会，这位兄弟伊自愿放弃真悬的收入，伊做医生，伊医生会赚足多，阳明医学大学毕业的，这会当赚足多钱啊！但是伊自愿到伫西非的布吉纳法索底下做替代役。伊遐困落，伊毋是讲啊，我都安尼，逐工安尼，啊，都完成就好啊，啊，交差者都毋是啊，伊伫遐安怎一项一项，你看伊的故事，你都知真感动人。伊宣告这情，伫遐影响这非洲的这细汉囡仔、青年，甚至最人啊。你知伊替代转来，照讲也当阁真好，后来伊娶某生囝，三个囝，伊阁甲某囝拢带来，阁去到非洲，阁继续阁做。这本册。是最近所出版一本新的册，我感觉鼓励吼青少年啊、中级民甲大家吼，要传好，然后买一本来读，然后搁分享讨论一下。我讲你读了，你规个会跳起来，你的火会倒起来。这本册名叫做《给我10万个灵魂》。连家人讲，给我10万的灵魂。我感觉兄弟姊妹，虽然伫迦南教会搁一摆有一种传福音的热情甲热心嘛，阿妹嘛。我感觉其中有一段话，我读这本册其中一段话，我真感动啦。伊讲你可以觉得自己很平凡，你可以认为自己不配，无法胜任。你感觉我足普通的啦，我不配啦，我袂堪的，我无法度做这个，我袂晓。但是只要你愿意，布道家就是你。甲别人讲，你就是布道家来。你为着主传福音，你就是布道家啦，真的。所以只要你愿意，你就是为主传福音的勇士啊！那位住在你里面的上帝，要如同放在瓦器里的宝贝，透过你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你自己。所以你唔免讲我袂晓，无要紧，唔是对你，是上帝互你开力啊！你若愿意传福音。上帝要赞你的勇气，伊要加添你的信心甲开力啦，阿门。所以，亲爱的主内兄弟姊妹，请你备办心，当上帝呼召差派你起来传福音的时，你要深深知影，这是上帝予你的本分甲责任，也是上帝予你上好的机会啊！你都要甘心乐意来献上家己，将传福音。互遐个你还阁未熟悉，甚至遐个人嘛无认捌耶稣的人，互阁较侪人因为听见来相信，因为相信来得救，并且得救了，伊阁继续来传福音。阿门。我常常在教会就鼓励我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赶快，我用最快速度让收割的庄稼再成为再生产的工人。我这个话意思讲吼。咱收割足侪稻啊，是爱收割，将这稻啊收回来，要赶快将这稻啊，互伊个变做一个收割的工人啊！我相信安尼，伫你的生活中间，你会当接触到遐个真较无福音的人。即马真正伫台湾，我感觉后面大门有拍开啊！真正敢若欠你，伊都讲啊，你来即马才甲我讲，我是来等足久啊，你知无？真侪人拢是安尼。我若每一摆伫小会听着问道理，做咧信耶稣的人，今仔我看这青年人有真多，有其中有一位姊妹，爸母兄妹拢还未信耶稣，但伊讲伊要信耶稣，要加做厝邻第一个信耶稣，然后将福音传落厝邻的人，我昨听了我就感动啊！青年人拢会当，咱的中年人，我真的盼望咱的迦南教会从小到老，对楼骹甲楼顶每一个人。
咱拢欢喜，互信耶稣将做咱一生上大的祝福啊！因为你会当得到祝福，人传福音，互咱的教会将做一间宣告传福音的教会，咱做伙来得到传福音的祝福甲奖励。阿门。同心来祈祷。万关的主，阮的上帝，阮多谢你遮尔大的听堂，互阮的教会记牢过去50年是安怎，互阮今仔日有500-600人伫即个所在，绝对毋是偶然的。主啊，继续互阮承接即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互阮的教会会当得到人，亲像得到鱼，互人一直歪歪曲曲要进入你的教会，伫遮会当蒙恩得到福气。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